谢谢主持人。来自32间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，以小组员的身份跟大家分享，有小组真正好，有小组真正好。这张照片是我上一个工作曾文水库，很美，对不对？很美。故事是从8年前开始的，我走进富祥教会，这是我受洗前走过无数间的庙，这是我第一天进来的教会。到前几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小组。感谢神，让我进到最好、最强大的教会，什么都有。而且也感谢我们的牧区、我们区长，我经历了2个小组的小组长及所有的小组员对我的照顾。后来我经过同工的说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圣灵的引导，带着我进来我们这个教会，为了要从神得到的恩典。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8年前参加富强教会第2期幸福小组，祈祷小组就幸福的幸福小组，这是到希腊长老跟邱怡姐他们家范围祭坛8周的幸福小组，这个过程听了很多的见证，过程非常的喜乐，我很享受这样被爱、被关心的氛围。他们的关心甚至超过我自己在他乡的兄弟姐妹，所以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夫妻就讨论一起决志受洗。感谢主，在107年的12月9号，就是幸福小组完，我们就受洗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是第1代的基督徒。相信这样的人并不多。那回想起来，会受洗是因为幸福小组的看顾跟神在我们心里的动工。但是有的人受洗完就不见了。我8年来持续有在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为什么？这是因为小组间不断的陪伴。那我们小组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呢？首先就是服事。相信今天各位大家进到我们富强教会的看到的第一印象，一定看到我们口甜甜甜、心更甜的所有的招待人员。那画面上的照片是我们小组会轮流做服事，在主日的服事，我们在1楼、4楼、5楼，我们派遣帅哥美女来分发我们的主日的周报。那中间这张照片，我们分发的同仁的小组员，他其实还没有受洗，他是我们的慕道友，可是他也愿意参与这样的服事。那除了这样的服事以外，我们其实在第2堂的礼拜，我们会有小组的献诗，轮流献诗。那大家，我们的圣歌队，各位今天没听到，可能是全台南第1名的圣歌队。可是我们也不能让圣歌队装美一全，我们的小组献诗，我们很努力。因为我们的圣歌队队长在我们小组，借由他的指挥，然后还有我们很多小组的友军来协助我们，其实让我们的每次的服事都非常的甜美，而且完成非常好的美式的服事。那甚至是我们周5祷告会的敬拜赞美，也是由小组轮流来做服事。那所有在教会需要的事情，我想有时间的人，大家都会很愿意的一起来投入，舍我其谁。那除了我们主日以外，我们在小组聚会是在周5祷告会，我们小组是在周5祷告会晚上大概8点半开始。那我们会做些什么事？首先，我们会对于主日的教导来温故知新。以上个礼拜，我们曾牧师跟我们讲，我们怎么样让没有生命的石头变成有生命价值的活石？我们就会针对这个礼拜，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感动。也会针对我们最近的生活，甚至难处来做分享。那小组员就会轮流来准备茶水。那你看桌上总是有吃不完的点心，难怪我都瘦不下来。那小组也会同时提醒我们，随时的亲近神，因为你亲近神，神就会亲近你。那在受洗完的2个月后，我就奉调到竹北去工作。那最左边的这张照片是我受洗完，我们牧区小组家人到我家去做祝福祷告。可能各位看到这个没有什么很感动，可是这个对我来讲我非常感动，因为我是一个新受洗的人，我觉得神就在我家做了一个印记，他知道这个是他的家人，
他就是给我完全的平安。那中间这张照片是我们小组家人开新店，我们也一样到他店里去做祝福。那右边也是搬新家，我们也是到他的家里去做祝福，希望神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恩典就赐在这个家中。那我们最不舍的是我们的小组家人，因为生命离开我们，那我们就要与他一起的悲伤，我们也安慰他的家人，也参加告别礼拜。我们相信他只是先到主的旁边去，我们未来在天家我们会一起再相聚。那除了这些彼此关怀，我这边我们在主日我们也会做关怀。那甚至有我们不是信主以后都不会生病，那小组员有住院、家人住院、手术，小组之间也不会去做关怀。那像我1月16刚换工作，也很感谢我们小组长，就带着我们的小组员一起到我的办公室为我做祝福祷告。就如同我刚刚讲的，我的办公室也受到平安的印记，我相信未来我的工作会非常的顺利。那我们小组也会定期的做庆生，每个月会为收心做庆生。好，这是我们中间那张照片，其中最左边的那个就是我。我们有4个11月的好男新好男人一起过生日，我相信这是会让大家会感动一辈子，会一直记得的一个事情。那我这边要特别分享，其实我刚受洗完2个月就离开台南到竹北去。那刚到竹北的时候是住在办公室的宿舍，是备勤室，就是没有下班的感觉。后来我就要找房子，一直找得不顺利。那后来透过竹北6家教会的姐妹兄介绍，然后他们就陪我去看房子，这是也是他们认识的朋友。那一天下着很大很大的雨，有4个人我完全不认识，只是因为我们小组有一个人认识6家教会，就代沟了一下，他们就帮我介绍，陪我一起淋了一身的雨，找到了我在竹北居住了4年的一个恩典的居所。而这竹北的这让我非常感动，这是早上李牧师讲的这个爱网。我那时候就深深的感动，原来基督徒有一张爱网，这张爱网不只是在我们教会里面，而且是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。我相信，假设你在东部有这样的需要，我相信你也会很乐意帮助他。那在竹北的恩典数算不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不晓得主差派我到竹北的意义，但是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家的人陆续都北漂了，儿子在北部读研究所毕业，很顺利的回到南部工作，女儿也到北部去参加考试，也考上台北的教师，然后在那边找到不错的房子以后，我们就结束了神为我们预备那4年的，是我当初所不能理解的。那真的感谢主给我这一切，而且是超乎我所求所想。所以后来4年后我就回到了南部。那这4年期间，其实小组员对我的关心并不会因为我在竹北而中断。对不起，我可能算用一点时间，大家吃点心的时间少一点哈，因为我失眠了好几天，准备了我想把它讲完。我们小组员一起到内湾去看山，去吃客家美食，去看5月雪，去泡我们区长夫人最爱泡的美人汤。你看我们富强教会的美女很多，就是都是泡美人汤来的。然后我们一起走访上帝的部落，司马库斯去见证一群基督徒在山上爱主管理上帝的一个家哈。那我们在小组里面，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堂外聚会，是在每个月会有一次的堂外聚会。那堂外的聚会大家都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到外面走走。但是我们有一个秘密基地，也许有一些小组也有。我们秘密基地就是我们小组的家，就在我们教会对面，非常的近。然后我们的小组长，就是最左边这张照片，就是小组长的家，他的手艺是一流的，常常会把冰箱的东西非常好珍贵的东西，把它弄出来请大家分享。那这几张照片都是我们到异地去，做堂会聚会的一个，我们可以吃美食，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他创造的一个美好。好，我们也牧区也到阿里山特富野古道，那我们也到梅山，到梅山去玩哈。你看我们有帅哥有美女啊，我们这6个帅哥哈，
听说 F4的经理人 F6正在，我们就是 F6啦，他正在跟我们签合约啊，目前还没有谈成哦。好，我们其实，可能牧师最担心的就是，我们去玩的时候会不会就主日就不来哈？不会哈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堂会聚会是2堂，是2天，我们会去过夜，我们甚至到达了牡丹，就屏东的牡丹的石门教会，很特别哦，这有一张照片是他们是用吹号来当他们主日的序曲。我们看到都非常感动，而且他们是用台湾族的语言。今天有一些台湾中会过来念那个主导文，也用这样来欢迎我们啊。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牧师回答的问题，我欢迎各教，我相信我们牧师会很欢迎各教会到我们这边来做学习。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最好的，但是别人应该也不会是最好的。好像有点臭屁。好。那我们甚至也到清迈的云安教会，我们小组一起出游。那我们周日我们一起到清迈的云安教会去做礼拜。那他们也用泰语搭配国语，但是到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大家其实都很 OK 的，因为歌曲都一样。其实这也搭起了我们教会到台北海外短宣的一条线哈。那，再来就是，其实各位都经历疫情，疫情期间我们小组长并没有轻松哦。我们的关心，我们福音并没有终止，我们反而有很多的 RPG 小组小家，我们就透过这个小家为彼此来关心，为彼此来带祷，继续传扬福音。最左边的就是我那时候在竹北，我们组长在台南，还有一个小组员在家里，一个在永康，就是这些关心，特别这段期间，特别小组长跟组妈非常的辛苦，我们非常的谢谢他们。小组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？小时候一直在圣诞夜的那一天晚上，都会听到有人在唱诗歌，在报佳音，就觉得，这个我以后一定要参与。真的，我们也去参与。我们到慕道友家，也到很久没有到教会的家，的朋友家去做一些传福音。那当然，我们受洗以后，我们更要参加我们幸福小组持续的同工。从第2期。我受洗完3，一直到现在第8期，这是我们第8期。我们不只参加幸福小组传福音，我们还送健康。我们一边请健身教师来教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大家更喜乐。那这是我们的开花结果，我们有5位宣觉自由，2位受洗。除了这个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？感谢主，让我在3年的时间在正温水库。因为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春雨秋雨，让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充足，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分组长说，我们来办一个圣诞点灯。去年是第3届，谢谢区长带领我们牧区2个小组去参加我们的点灯，也参加献诗，把我们对神的感谢也把福音传到正温水库南溪这个地方，也特别谢谢南溪教会跟玉井教会他们大力的帮助。我想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都会变老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变老当中。有没有人可以让你是成为一起变老的家人？我想小组的家人就是最好的。我们也一起踏出国内，我们到国外，到北海道，到东京去走。但是大家要把脚练好，一天都要走2万步以上。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一起变老的属灵家人，我们彼此好好的珍惜。这么多快乐的事情，有没有令我难过的事？有。曾经在我们小组要分组的时候，因为小组扩大了，它需要分组。这个分组在那时候，我觉得好像是硬生生的拆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人一样。我那时候真的感觉是这样，我一直想要找区长说我们来聊一下，可是我不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就如同约瑟被卖为奴的故事，神的心意原是美好的，他为了扩张福音的境界。右边这张照片是我们去年圣诞餐会的时候，我们区长跟区长夫人在唱《一件礼物》，唱得非常好，自弹自唱。我有录音，也许有机会可以放给各位，今天没有放，就如同神送给我们的礼物一样。我想分子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。好，我已经快结束了，不要赶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因为耶稣说彼此相爱是门徒最
明确的标志。所以小组员也好，牧区也好，全教会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上帝的同在、永在。所以左边的照片是我们49年庆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纪念礼拜，右边是我们胡长老在他卸任长老的时候跟我们做的一些分享，一生的服事，也带领我们要跟我们的牧师长子一起带领我们富强无私，要向神奔驰。我相信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，每一天都是祝福。最后，因为我们在司马库斯的时候，刚好看到神跟我们的印记有一个彩虹。那我这边特别引用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泽罗小组组长给我们的祝福：在爱中更紧密，在关怀中更温暖，在祷告中更有力量，在生活中更有见证。因为我们是一个属主的家人，在基督的爱里彼此接纳，彼此扶持。因为我们愿意用祷告来守望彼此，用真心陪伴同行。在软弱时彼此扶持，在喜乐时一同欢笑。以上是我的分享。以上的祝福献给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谢谢大家。